家好，好開心喺適時旅遊頻道見到各位，我係 Kenneth，仲有阿偉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偉。拍攝結束後，我哋走入阿克蘇魯城街道上，攤販子剛剛開始擺攤，空氣中彌漫着烤包子香味，感覺清幽中帶有獨特異域風情。我有說話想講，但風令我講不出聲。偉喺我身邊，倚靠在我身旁，沉默到唔似平常嘅佢。我知道 Kenneth 好快就要返香港，而我仲會留返喺新疆呢度繼續拍攝。我知道我哋嘅旅程淨係得返剩低幾個鐘，但我唔知道點樣把心裏邊嗰句說話講出嚟。我怕講咗之後佢會好為難，我怕講咗之後我哋之間距離會更加遠。但係我更加怕嘅係，如果我唔講，我會後悔一世。到達溫宿大峽谷，紅色岩壁好似被時間雕刻過，一道一道不規則紋理喺陽光下閃着深層光。風從峽谷裏吹出，帶着乾燥氣息，就好似為我哋倒數。我喺山谷後望住光影喺岩石上慢慢移動，偉喺我身後面，佢嘅沉默，我心好酸。我深深吸咗啖氣，好似鼓起全世嘅勇氣。Kenneth， 我帶住顫抖嘅聲音叫咗佢嘅名。我知道旅程就快結束，但係我唔想一切都停喺呢度。佢睇住我，眼神就比峽谷嘅天空仲要清澈。我喜歡你，從阿蘇嘅第一日開始，到溫宿大峽谷嘅風，到塔克拉瑪干沙漠嘅無邊寂靜，我每一日都喜歡你。佢停咗一陣，就好似聽唔清楚一樣。Kenneth， 我愛你。我好細聲叫偉，佢抬起頭望住我，眼神裏有我唔明白嘅情緒。你會唔會掛住我？我問得好細聲，就好似怕俾風聽見。佢停咗一陣，我就好似驚佢聽唔清楚咁樣。再講多次 ，Kenneth， 我愛你。呢一刻只有4個字能形容我感覺，心如鹿撞。我行近佢，輕輕握住佢手，我抬頭，熱淚盈眶望住佢。我同偉講，呢個旅程有色彩濃厚阿克蘇魯城、巍峨溫宿大峽谷，但最重要係有你。風裏你帶住我，沙漠裏你陪住我，峽谷裏有你守護我。此刻南疆嘅風又吹起嚟，吹過溫宿大峽谷，吹過塔克拉瑪干沙漠金色沙丘，吹過我哋走過每一段路。雖然天氣帶點微寒，但南疆嘅風依然溫柔，正在為我哋祝福。醉人南疆，等緊你。喺呢一次旅程裏面，我睇到咗南疆嘅大地、天空同埋風，亦都睇到自己從未察覺嘅心跳。而喺風嘅盡頭，我遇到咗佢。喺呢次旅程裏，我遇到了比風景更讓我心動的事，我遇見了他。這不是一段計劃好的故事，不是劇本，也不是安排，只是當風吹到盡頭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有一些人係命運推着你去遇見的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故事，一段在南疆的風裏開始，在心跳裏延續的故事。南疆風裏的你，故事嚟到尾聲，非常感謝大家一路陪住 Kenneth 同阿偉走過南疆。我哋準備送出新疆小禮物俾大家，只要答中遊戲問題，頭50位便可以獲得新疆薰衣草手山1份。遊戲名稱：風中的秘密。
大家現在要留意問題，喺南疆風裏的故事，喺乜嘢場景中 Kenneth 同阿偉第一次相遇？ A. 南疆公路上，風捲起沙塵。 B. 狹窄古城門前。 C. 伊犁河谷薰衣草田園。 D. 夜間草原時螢火旁。遊戲玩法，觀眾喺留言區輸入答案 A、B、C 或者 D， 然後喺旁邊寫上謝謝你們帶我去過南疆，中獎者可獲得上港薰衣草手霜月份，送完即止。南疆嘅風吹散了故事，同時將祝福帶俾你哋，希望薰衣草香氣陪你哋走過下一段旅程。記得留言參加遊戲，祝大家好運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帶大家去一個神秘地方探索世界，請下星期二繼續收看我哋適時旅遊 YouTube 頻道，同時要 Like、Share、Follow 同 Subscribe。喂，仲有記得我哋 Facebook、IG 同 Flash 最新動向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